赛舞台上，就要把时间交给展元来介绍这一次我们年轻热血的台湾英雄们进场。喜爱运动，热爱运动，没有运动就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甚至会活不下去的运动区运动狂。各位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来也好，我是徐展元。我们台湾人是最热血、最热情了。在国际赛场上呢，我们能够战胜对手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最能够激励、凝聚、振奋民心士气的时刻。我们有很多次呢都是赢了运动实力很强的国家，我们才拿到了金牌，夺得冠军哦。所以呢，不管是真的好想赢，或是真的好爽赢。台湾健儿的比赛呢，他们的表现再都牵动着我们的心。感谢政府呢重视体育发展，打造更好的体育环境，让台湾屡屡摘金夺银。而现在呢，我们的荧幕的门已经是缓缓打开了，写下历史的台湾英雄就要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。首先进场的是2023世大运英雄，台湾拿下了10金、17银、19铜，缔造亮眼的成绩。掌声欢迎世大运射箭代表队进场。教练欧毅、廖建南、田仁秀、曾正仁，选手杨宗翰、张义忠、郭玉成、张艳华、林明静、田家茂、吴子伟、罗义轩，他们总共射下了1银3铜，都是年轻的射手。世大运代表由花式直排轮选手以优美流畅的冠军华姿前导入场。接下来欢迎田径代表队进场，总教练许基。